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真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谁呀？你是朕的皇后，妙芝，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你？走！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！别乱来啊！你想造反吗？我把朕诛你们九族吗？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谁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冯冯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？干嘛？我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被弄走漂亮！弄走！妙芝，朕的皇后！妙芝，文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，在这儿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，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，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哇！他们让他们看着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。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呐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3宫6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3宫6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啊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自己什么鸟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
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你，朕诛你九族！哼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这个千年僵尸，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你这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已经做了500个仰卧起坐了。快吃吧。你有吃？哦。真贪吃。你不贪吃，你还吃？啊！又想你的陈皇后呢？他不认识我了。李焕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跟你吵架，总是气你恨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的冯昭仪，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。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就是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1年以前，我独自去旅游，去了莲花山大天坑那个地方。突然，来了一团黑漆漆的乌云，一阵龙卷风卷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被卷到龙卷风里了，然后就听到了水声，感觉快要窒息了一样。爱妃，爱妃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在水里，被人救了起来。然后，就听到周围不断的有人在叫我，冯昭仪，冯昭仪。原来朕的冯昭仪，真的已经死了。你只是附到了冯昭仪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。我根本就没有骗你，我在皇宫里说的那些话也都不是疯话。我知道，你爱的冯昭仪死了。你今天见到的那个演员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，其实她只是跟皇后长得很像的一个现代人而已，就好像我跟冯妙莲长得一样，是一回事。可是我有的时候又不恨你，因为你稀里糊涂的来到我的时代，我深切的知道那种滋味。芳芳，我是不是已经回不去了？我该怎么办？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。对，你是皇上，从来到这个世界起，你就经历了刀林剑雨，
人类所有的阶级斗争和爱恨情仇，你都经历了，还有什么能打败你呢？现代的社会对你来说太简单。